观众朋友好，早，欢迎收看6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真。新闻头起先来看，这礼拜三金门有国中办毕业典礼，这学校提供的胖鸭肉酸奶像引起食物中毒，学生啊食完是吐骨肉，当中有18个人身体无爽快。这阵卫生局要启动调查，要求供应商暂停营业。卫生局人员采集下午来食品样本要送验分析，确认倒一食物有问题。金门一间国中发现疑似食物中毒，其实国庆毕业典礼了后，这学校提供的掺鸭肉，做学生食了出现冰白一吐，闹成这症状。原本欢喜参加毕业典礼，为3年国中生涯做一结束，想要到这学校大心准备的食物，煞互身体出状况。金门卫生局初步调查，到初6下晡5点，有18人出现无舒适症状，其中13人看医生，因为症状拢较轻，已经等于休困。他们是那天就是吃完餐盒之后有症状出来这样子，大概要2个礼拜。卫生局表示，后续的综合检验结果研判，若属于食品中毒事件，相关应罚2亿。卫生局提醒热天天气热，要注意食物保存方法，降低食品中毒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年第1粒风台蝴蝶上紧后礼拜就会形成，而且反射会影响咱台湾。有专家认为，这风台若接近台湾扫上北，西南气流就会夹入来，造成南部地区上大雨。大雨是来甲急搁紧，一直到后礼拜2，各地拢是照常午后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云阵也当地发展，而且2-3天内都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的机会，也有可能搁发展成今年头一号风台蝴蝶。拜3开始，台湾的天气都会受影响。未来系统如果有发展的话，目前沿这个太平洋高压边缘北上的机会，这个路径机会是比较高一些。下周3晚一直到下周4，台风如果是走这个台湾东半侧外海的路径北上的话，那主要影响的区域就会是以北部、东半部降雨是比较明显为主。根据欧洲气质扫达模式，各国对热带系统未来路线预测也是差真济。有预报是往南海行，也有预测显示可能挖近甚至通过台湾天顶，也有可能是沿台湾东部海面上北。目前资料显示，后2项机会较大，关键就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度。目前路线变化也真大，拜4拜5挖进台湾，是不是有西南气流爱过观察？整个结构上来说的话，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不对称的一个结构，是不是会把南边的这个西南季风，或是所谓的西南气流带到台湾的附近来？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它的尾巴的这个部分对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分析师提醒，若是后礼拜3了后有安排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刚好热区会对热带系统的路线行真有确定。台湾整合风灾工程技术顾问公司指出，比起前一天的预报，后一模式的预测拢有做修正，是向琉球群岛去的趋势。若是今年较大，也是无看风台形成。气象署分析，这不是罕见的状况。有记录以来，西北太平洋上慢形成头一个风台记录是2016年7月初3所形成的尼伯特风台。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阿南区的青草轮宝花，拢是用蒲病仔来饲鹅仔。这季节风影大，甲病仔线歹去，这海岸边都规堆的鹅仔。有民众想要捡回去食，不过医生有提醒，这要食进前一定爱煮好熟，因为这个鹅仔可能有真侪细菌。伫海沙堡行会发出声音，长长海岸线拢只鹅仔壳，至少超过1公里长。这拢是鹅仔笼，伫海水面也是河口的蒲边仔所饲的鹅仔，捡大海用现金花，为少民众拢走来捡。多不多？我有领带了。鹅仔话站袂条落去啊，鹅边嘛是讲着比较长呀，冲起来拢会啊。炸水桶拿，民众尽量捡鹅仔笼是要靠无目屎，因为这搭伫台南安南区的青草轮仔宝花是鹅仔笼养殖的地点之一。最近因为天气无稳定，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外海的鹅仔病拢去大海沿线探去。涨潮的时候，然后加上那个气流，西南气流的引导，它就会把那个龟头打上来。不过，医师提醒，这鹅仔恐惊有真侪生菌素、大肠杆菌，无建议捡当食，尤其袂使生食。若是要食，就要确保完全煮好食，啊若无较轻的会引起胃肠炎，严重的可能会全身性细菌感染。如果真的生吃了这些就是生科的话，其实会容易引起一些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一些肠胃炎的一个状况。抵抗力差的人或是老人家，那他如果说一个
肠胃炎，它可能就容易引起一些全身性的感染。围队的蚵仔壳蹲伫海岸边，海岸线主管机关大港各个公园嘛烦恼发出臭味，切来开始清理，避免影响环境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写什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罗总统话要伫8年的任期内起13万户社会主体，总是讲拄着预算调整，搁有土地问题。内政部去年8月提出起社会主体计划，到达农业会核定，民间团体是呼吁行政院赶紧甲通过。搁来看联合报，台北市警察半暝临检掠食酒赛车，一个姓蔡的通缉犯车顶有毒品，唔配合调查，搁赛车乌白弄，造成2个警察受伤。尾后警察甲开12枪阻挡，这嫌犯着枪送病院救无回来。警方是强调讲开枪符合规范。上尾来看《中国时报》，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宣布要和国际丁果德协会、搁有海洋科技博物馆合作，推动宣讹复育的教育工作。台达基金会出版的宣讹绘本，嘛会伫咧各校推广。国内新冠疫情压起来，有药师发现这酒精较有人买。药房要甲厂商叫货时阵，所发现价小起一成。若厂商是解释讲，并无起价，是恢复本地价小无去犹太啊。若公平会表示，厂商若违法做伙起价，就会处罚。受到最近新冠疫情侵关，民众今日要求直接灌2大桶的酒精买落就行。药师讲，最近民众买酒精的人数有增加2-3成，呼吁民众需求有时向厂商加购一寡酒精备货。酒精还是有买，一般药局还是有卖。如果搭公共交通工具会戴口罩，还是会备着酒精。正当国内酒精加快胎这防疫物资需求量侵关，却受药师发现有酒精的厂商敢若起价，起好大约1成。因为1成还在药局可以忍受的范围，所以有些药局可能不会涨价。只是我们觉得，厂商在这个时间涨价点，其实是有一点让人家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个时机。厂商澄清，不是起价，只是把酒精对原本的促销价改回来原价。不过也坦白讲，伫制作酒精的原物料甲航运这成本拢有起价。不过引起民众烦恼，国内酒精价销是不是出现变动？对于违反用联合行为去订定商品的价格或服务的价格，那国民家法的规定是，如果经过查获，第一次的话，罚款会在10万到2500万之间。镜头中其他要求，因应酒精买期欠悬，酒精也是暗这防疫物资，就放伫大门入来所在，方便民众购买。疾管署有讲，国内新冠疫情高峰，尤其是伫6月底、7月初，呼吁民众出入医疗照护机构这场所，建议爱挂喙安，最好自我防护。目前没有规划说要因为这段疫情而又重新祭出口罩令这种比较强制的规定。看起来其实在这样的宣导之下，民众自主佩戴口罩已经有普遍的一个提升哦，所以应该预期对疫情的这个减缓是有帮助。疾管署讲，有爱观察5日岁连假效应对国内新冠疫情门诊急诊就诊人数影响。若连假了后有较例外，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可望会使提前下降。记者综合报道。国定假日增加，内政部宣布，今年开始6月15警察节，全国的警察机关甲警校的人员拢会休假一日。若消防署嘛讲，每年1月19消防节嘛会放假。欢喜和圣罗西亚籍的博士毕业生做伙翕相。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第2摆参加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除了呼吁大学未来的国家新力量爱重视人身的安全，高好家庭，搁以警大的校训绳来鼓励因。有分3个层次，不自欺，也不欺人。面对工作的困难，我们要了解自己的不足，那也不要自我夸奖。更重要的是，不能够吃案。顶个月，总统府发布总统令，公布纪念日和节日的实施条例，除了增加4+1天的国定假日，即马内政部嘛根据条例的授权，确定对今年6月15警察节开始，全国警察机关警大警专休假1天。在守护不打烊、治安无空窗以及民众安心的前提下，未来警察节将由各警察机关依辖区的特性、治安状况及勤务的需求等，规划所属同仁放假事宜。若轮值人员会当补休，若毋是轮值人员，拄着拜6礼拜，嘛同款会伫前后上班日补休假1天。
若是警察、消防署嘛对咧做，每年的119消防节嘛会比较办理来休一天假。迄天若是有上班还是留守的人员，会当选别天来请休。基层的警察嘛欢喜看到警察节以后，毋若只是纪念性质，但嘛希望受过长的工时的问题嘛会当互看到解决。在当初那个工时有改革的时候，他其实有要求说，一般那个员警的每个月加班时数不可以多于60，外勤是不可以高于80，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实际的落实。然后，其实警察他的辛劳跟危险程度可能也比一般的劳工还要多，但是他领到的加班费却比你原本领到月薪相对折算下来的时薪还要少。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样很不公平，我们的诉求就是应该要领全薪。面对长期以来工时拢真长和欠人力，警察权益推动协会是发话讲，除了解决加班的待遇，希望政府会当甲警消这公务员比较劳工，嘛肯一战法来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感谢国军守护国家，7月开始6间国际航空军人坐国际航班提供证件，都会当升就飞行机。不过国防部有规定，官兵出国袂使找身份证明，都防质疑是看有食无。若国防部是讲会配合制度，甲限制开掉。交通部长陈世凯、国防部长顾立勇到庭比战，官兵摕军人本人优先登记的牌仔。对于7月开始，6间国际航空公司共同推出现役军人坐国际线航班，享有优先登记的礼物方案。陈世凯讲是为着表达对国军保卫国家的敬意。未来第2阶段希望扩及到现役军人惯属。我们也希望在第2阶段，在身份认证上面，对航空公司来说便利的状况之下，我们希望眷属能够列入第2阶段的这个优惠。看似是一个平衡的安排，但是却蕴含对军人恪守职责的认同跟感谢，对国军官兵而言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未来国际航空航班伫进行登记作业时的经由登记公布，邀请军人优先来登记。军人只要提出军人身份证，工作人员看过了后就知有礼物。也不过根据国军人员身份证明管理要点，规定官兵袂使拿身份证明出国，防质疑礼物恐惊看会到食袂到。国防部赶紧因应。国防部已经配合修正了相关规定，删除不得携带身份证明出国的条文，调整为连国内的航线都可以比照的话，更好的一个方式。那当然，这个也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因为毕竟这些会影响到一般的百姓。就伫国内推广建军文化同时，强军亦搁对台湾增加军事压力。进前524年假，强机侵扰台湾的数量有小可较减少。不过国防部初6公布，一天查到38架次强机、7架强艦、1架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也是严密来监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看，宜兰大溪有一间电动考察工厂，昨下晡着火，警消接到通报，赶紧去救灾，加在内底是无人来代替。下昼是做什么作业的？刚刚考察啦，考察吼。伊即卖恁了解，可能即道要开始起火，你看我考察。电线，听就风，听，阮遮嘛拢四家袂少。这做考察做几年啊？久啊，唔知10年啊。乌烟一直冲出来，宜兰消防局出动几名分队到现场抢救。这间着火工厂大概有1清平，因为内面放真侪化学燃料，空气是臭毛毛。消防人员是有挂风毒气的面搭，按照详细着火原因是搁来调查。高雄伫咧3月、4月出现真侪乌尾、乌丝仔蠓，虽然后来有较少啊，想袂到最近落大雨，这乌尾又搁开始变多。这些都是小黑蚊子。民众的脚有几个红色的斑点，拢是乌尾定的。高雄美东3月、4月4个拢是乌尾，本来已经较好啊，但是最近连续一直落大雨，乌尾又开始出现，互民众是真困扰。我们这边那个小黑蚊叮得要死了，没有人住在这边，每个人叮到，整个都是洞，整个洞。你只要不点蚊香，它全身都是一个包一个包。民众点夏草的芒仔香，毋若美东，前几天高雄各地雨势无断过，赶快伫3月、4月拄着乌尾危机的照常，红点甲囝的市民来定前湖运动，规粒头拢包安安。最要定的地方就是眼睛跟耳朵。环保局清洁队今年3到4月，针对户外及公共区域
进行化学防治，但化学防治只能暂时降低小黑蚊成蚊密度，治本之道仍有赖民众自主清除或避免青苔的滋生。环保局派人去热区来清青田，要互乌龟无物件通食，嘛提醒民众出入热区爱穿长手环和长裤来保护。若是乌龟，爱去斑纹、白线斑纹和鸟刺四脚蛇，老防列入台湾定看的害虫。台湾的这个害虫这个防治的领域，其实已经没有国界了。全球暖化的关系，台湾不只是有入侵性的害虫，台湾的这个虫类的害虫的种类的组成也一直在改变。运输真发达嘛，互害虫是搁较好去入侵无同国家。就6月初6世界害虫日，台湾环境有害生物管理协会伫台北花圃园区举办以虫害防治做主题的展览，公开防治各种害虫的策略，互需要帮助的民众会当找到适合而且搁有效的防治的工具和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传统戏曲渐渐稀微，这几年有不少戏班变转型，这寡接班的少年人都用家己的方式打拼保留文化兼创新。下午7点半，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传统戏曲发声演。伫戏台顶播演歌戏的演员看起来拢少年少年，骹步唱路、口白唱曲，逐项拢爱学好，才有法度将这项传统艺术传去。除了台下的观众，一寡家族嘅戏班嘛开始经营社群开直播，对实体演出到线顶嘅活动，传统戏曲嘅接触方式愈来愈多元，嘛吸引有兴趣嘅学生囡仔来参与。我真是大学生，原本是想讲安尼水水的，啊耍耍的尔，结果愈学愈有兴趣，所以就一直安尼学落去。那歌戏、布袋戏嘛面临传承的问题，亲像住伫婚礼的陈文铁，都当年投入校园的推广，培养观众，嘛家己的囡仔送去学唱曲、学八卦、拜师学艺。就是讲，你今仔日你若无逐项头尾拢捌甲头，你叫师傅来，你若考师傅袂倒，你足歹带这师傅的，所以你必须爱甲家己本身的实力绑底挂在。你老爸讲，哎呦阿轩，我怎么看你演戏那么久，你都只有这样而已。然后可能就是因为阿姨迄句话，我感觉讲，我爱对家己负责。你这班并不简单，家族啊戏班的少年辈理解这份责任，用心付出学习甲承担，这是代代传承甲创新的必要规定。若要延续传统，除了新一代人才来接班，嘛需要国家政策长期的支持，安尼咱台湾的文化资产才有久长的未来。记者吴定谷、林建如综合报道。来看片哦，有一个88岁退休老师卢坤汉甲伊写报歌，另外有一个50岁伫咧片哦做研究吴明汉，因两个人有共款的兴趣，一个创作，一个记录，斗阵出一本册，用报歌甲片哦的特色记录落来。西边西狗是阮兜。厝后悬悬是山头哦。这位咧唱报歌是82岁李坤汉，伊自细汉伫咧皮湖大汉，伊讲今仔时皮湖无电视、无电火，上快乐的时阵就是阿母唱报歌互伊听。毋过因为无记录，这款报歌已经渐渐失传啊。较早迄是口传，所以拢毋知影啥人编的，所以人若走过身了赶走，就即个都报歌就断掉啊。大汉了后，伊甲台湾本岛做老师，生活真无闲。大概转去皮湖，就发现会晓唱报歌的人愈来愈少，规个岛上就剩一个人会晓唱报歌，所以伊退休较有时间了后，就开始创作。对2002年到达，隆重创作1200条的小报歌。转去的时候，发现讲，即两在岛的人拢搬走了足多啊！会晓唱歌呢，干啊一个老人尔，我想讲，我都退休啊，我拢有时间啊。我有兴趣的啊，不如呢，我就家己来，创作看卖。即届伊也和伊的好朋友吴明汉斗阵出一本册，号做《用报歌讲故事的人》。伊和吴明汉两人差40岁，毋过两个人拢真介意皮湖，真介意大海。一个写报歌，一个爱摄影，两个人斗阵完成这本册。我就想讲，如果咱有一个机会合作，把你这作品内底精选出来，透过新的方法。来编，希望讲，互片湖的学生囡仔，佮中心来熟悉因
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迄个年代定定伫唱的宝歌。为着要甲老师的小宝歌传予后一代囡仔知，这本册毋但请台语老师做正确的台文翻译，阁有华语的解说，连边的英语解说拢是吴明翰亲身落去翻，希望透过文字甲配合的声音、配合的地色，拢记录落来。记者查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伊斯兰教导的大代志，白家雕像为6月7日开始，都有150万的穆斯林去到沙烏地阿拉伯。不过去年是有超过1300个人热死，最近又搁热到44度啊！当地政府是赶紧推动退凉的政策，避免这款悲剧搁再发生。高温甲人电是这段信乡之路的大挑战，卖遮吊摆信徒毋惊拗热甲温滑的地形，天光前就开始往阿拉法特山集合。听讲这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后讲道的所在，信徒爱伫阿拉法特山停留到日头落山。当地温度超过40度，附近有大型电风喷雾降温，协助大家长时间祈祷。卖遮目前拄啊是高温的季节，当局已经有事先预告，早起11点到下晡3点是一天当中高温的时段，因为去年雕像超过1300人热死，其中大部分是无经过授权，欠缺适当的保护甲资源。We started almost 364 days ago. A lot of healthcare workers. Pre-hospital care, ambulances. 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今年頒布新政策，包括12歲以下囡仔袂使參加，頭一屆參加吊牌人有優先權，已經參加過有限制。這段清淨市有裝全球上大冷卻系統，增設400外個冷卻裝置，佮擴大熱黃的所在種1萬樟樹仔做環境綠化，人工智慧無人機監控人陣移動，避免相搭，以及有官方許可證的信徒會當進入賣遮，已經當超過26萬個無經過授權的人進入。吊牌對每一個穆斯林來講，那是經濟甲身體條件穩準，一生都愛盡一屆吊牌義務。沙烏地阿拉伯有伊斯蘭教上神聖的聖地麥加甲麥地那，由國王擔任兩座聖寺的守護人。相關的宗教活動也為三國每年帶來上百億美金的收入。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譯。天氣報你知，再來關心今仔日各地台溫度。北部地區25度到33度，中部地區24度到33度，南部地區25度到34度，東部地區24度到34度。華島地區24度到30度。感謝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聞，我是陳怡，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